林小姐你好啊，咦你有封信咧俾特首咧係講提及四姨太嘅喎，你有啲咩意見啊？我想問你封信特首覆咗我哋未啊？仲未？係咯，咁點解唔覆啊？我哋都係香港市民嚟㗎，係嘛？咁我問特首好簡單一個問題，即係我哋保良局係保赤安良，係嘛？以前嗰啲婦孺啊嗰啲，咁我哋保良局接收㗎嘛。咁啊，保赤安良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慈善機構。咁你就係答我一個問題，如果四姨太做咗主席，你會唔會頒個勳章俾佢？頒咗勳章俾佢之後，咁香港啲小朋友係咪話俾你聽，個個都可以做姨太，係嘛？個個男人都可以立幾個妾侍，就係答咁簡單嘅問題，特首點解唔答啊？我覺得好奇怪喎，咁我會繼續追特首答咯。即係你話會頒，或者我唔知，或者我哋會整個監管系統。至於監察啲慈善機構嘅，你去入你想洗底嘅，你去第二間咧，保良局真係保赤安良咯。同埋我哋都好多小學啊、學生啊、中學啊，即係幼稚園啊，即係特首唔應該即係唔答咯。好嘅，多謝林小姐。